周小松議員，主席，首先咧，我都好支持阿顏文議員正話嗰個建議嘅，即係其實希望公務員即係喺公務員隊伍之中推行咗呢個家庭友善嘅僱傭措施之後咧，我哋真係總結下對整體嘅生產力、對整體嘅工作效率真係有冇啲幫助，即係從而咧真係可以帶動到私人市場喺呢一方面可以行得更加快一啲。咁今日咧就我都睇到即係政府咧就近呢2年都係喺呢一方面嘅工作咧做咗好多啦。舊年就推一個恩恤假，咁今年咧都係開始推個育兒假。咁事實上好多公務員同事同我講，呢一個都對佢哋，尤其是育兒假啦，今年啱推對佢哋都好大幫助嘅，佢哋都好受落嘅。咁呢個推出咗之後咧，我亦都觀察到咧，其實就作為全港最大嘅資助機構啦，醫管局咧，其實佢都宣布咗係跟政府嘅做法去推一個育兒假嘅。咁所以我希望政府喺呢一方面咧，就個步伐我哋可以即係適當咁去穩步去做快少少，為整體嘅私人機構好、公營機構好，做一個示範嘅作用嚇。咁有幾個問題啦，第一個就關於呢一個育兒假方面咧，因為我政府依家難以評估對嗰個工作個影響，又啱啱推又唔知道同事嗰個放假模式。但係好多同事同我講咧，佢哋確實係需要咧，就即係可唔可以將日後咧，我係咪可以將嗰個以半天或者1天為單位放取呢個模式啊？睇下日後有冇機會放寬啲。因為好多同事同我講咧，我想遲翻2個鐘，就係因為小朋友嘅要照顧嘅問題，或者早收2個鐘，呢啲咧。似乎依家按照目前嗰個放假方式係唔得嘅，所以呢一方面咧，希望能夠即係可以放寬啦。但係我相信呢一個以小時嚟計呢個育兒假咧，我相信係整個我覺得自己就算推倒都係一個起點嚟嘅。我相信長遠嚟講咧，我希望喺公務員之中咧就能夠推動一個彈性工作時間嘅安排，呢一個咧先至係真正能夠推動到即係公務員家庭友善措施嘅一個最好嘅一啲做法。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關於5天工作週啦。我睇翻2006年嘅文件咧，當時公務事務局局長就話即係5天工作週係世界潮流啦，我哋終於可以趕上潮流。但係我覺得咧就即係香港政府咧依家講呢個潮流咧係追潮流，追呢個潮流追咗19年都未追得上啊！確實依家都仲有成差唔多10%幾20%嘅僱員係未行到嘅，所以仍然係嗰個問題啦。局長，你會唔會好似我見到依家好似躺平咗，又咁多能夠解決到幾多？你部門自己去搞啦。你會唔會同嗰啲真係所謂5天工作週未實行到嘅嗰啲部門咧，去認真同佢傾下，即係點樣有啲咩辦法去解決呢個第二個？最後一個咧，就係我睇到文件第10段咧都講到依家攞嗰個侍產假嘅人數啦，就大概每年平均3000人到，就我睇佔整體嘅男性僱員就不足3%嘅。咁如果咁樣嘅比例咧，事實上就唔算係太多。咁我想問下局長咧，有冇機會嚟緊咧？我哋真係做一啲檢討，由5天嗰到7天咧？多謝主席。好，局長。哇，多謝主席。首先呢，第一個問題係唔係可以以2小時為放假嘅單位呢？咁呢個呢，其實除咗喺育兒假呢一個場景裏面呢，其實我都記得呢，喺以前喺即係一般放假嘅安排呢，都有提過呢個建議。但係其實呢，就如果以2小時為單位咧，大家知道而家我哋以半日為單位咧，好多時個午飯嘅時間咧係一個緩衝嚟嘅，即係話如果個放假放朝頭早有啲乜嘢事係用耐咗時間咧，其實咧就唔係食入去下晝唔會扣多你啲假，其實就食咗入去個午飯時間嘅啫。又或者下晝嗰幾個鐘頭唔夠嘅，咁用埋個午飯時間，即係犧牲自己嘅午飯啫。其實咁亦都唔使話即係攞足1日或者即係食入咗另外一個放假嘅單位咁。但係如果2小時咧，就好多時有啲咩事，如果即係如果係遲咗幾分鐘翻去，咁可能部門嘅主管都難免就係要計多佢一個單位。咁呢個咧其實對於個行政咧就比較複雜，亦都對其實未必會好大用啊。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其實我都鼓勵同事咧，如果佢需要嘅離開個辦公室嘅時間係好短嘅話咧，其實好多同事都有職
積存咗一啲我哋叫做因為工作嘅時間係長咗，積存咗一啲補假嘅，我哋叫 time off 嘅。咁其實就可以咧同部門咧係安排用咗個 time off， 用少少呢啲 time off 去做咗呢件事。譬如我哋喺今年較早時候嘅啟德體育園嘅一啲演練裏邊咧，其實我哋都係根據同事嘅工作時間咧，就係俾翻即係呢個 time off 俾佢嘅，呢個補假俾佢嘅。咁呢啲幾個鐘頭啊，呢啲咧就其實正正可以用喺呢啲地方。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呢，就係5天工作週。嗱，其實5天工作週大家都可能好耳熟能詳，我哋有幾個先決條件啦，唔增加整體嘅政府資源，或者係嗰個唔會因為行5天工作週而增加公務員嗰個編制啦。第二就係我哋唔會減少工作個同事嗰個工時啦，即係要佢嘅工時原本都係咁多個鐘頭嘅，可以平均分到，或者可以分開喺5日嗰度做，而唔喺6日嗰度做至得。如果你話做咗5天工作週咧，就減咗個工時咧，咁呢個咧就係違反呢個原則嘅。咁啊唔減低我哋嘅緊急服務，同埋唔減低星期6日需要嘅櫃台服務啦。咁呢幾樣嘢咧，我哋覺得到今時今日咧，尤其是站喺善用公帑嗰個角度嚟講咧，都係重要嘅。如果我哋係因為咁樣咧而要增大咗嗰個公務員嘅編制，其實都係用多咗公帑啦，或者係原本同事佢嘅合約工時係咁多嘅，我哋人工我哋嘅薪酬冇減到，但係個工時咧就減少咗咧，咁呢個似乎又唔係好對住，即係對於善用公帑咧係有一個好嘅交代。咁所以喺呢度咧，暫時我哋都唔打算咧係喐呢4個先決條件嘅，但係唔係等於我哋咩都唔做。其實我哋都好鼓勵部門，尤其是而家我哋好多新嘅科技啦，大家都知道可以代替好多人手嘅。喺用好多新嘅科技嘅前提底下咧，係唔係可以積極啲睇下啲同事可以點樣調配，可以將佢哋嘅工作由5日半6日縮減到5日咧？咁呢個存在好多空間。其實而家都有好多部門咧喺度試行緊嘅。咁我希望喺年零之後啦，我哋每2年翻嚟匯報一次啦，我哋再下一次匯報嘅時候咧，又會有更加多嘅同事咧係可以轉到去5天工作週呢一點嘅。咁第三咧就係侍產假。嗱，我覺得個數字本身咧，即係放取侍產假嘅同事少咧，未必係因為侍產假嘅日數少嘅。咁呢個都可能係同公務員或者同廣大嘅香港嘅年輕人啦，佢哋生育嗰個意願有關係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喺呢一方面咧，我哋都會繼續去做好一啲鼓勵生育嘅措施。但係侍產假嘅日數咧，同樣地我哋都係要平衡到公帑嘅運用，同埋俾到同事喺呢一方面嘅福利。咁我哋暫時嚟講咧，就未有計劃去增加侍產假嘅數目嘅。